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和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也有连江县长的当选人王忠明，昨昏是专工去中国，咧甲中国讨论恢复小三通的代志。嘛讲会针对最近中国禁止咱台湾的农渔产品，也有米乳、高粱这物件进口，去反映台湾的民意。也毋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认为，伫这个时阵，小三通若是开放，可能会互真侪中国人专工来台湾买药啊，安尼有可能会成做咱的防疫空芳，卖妨害咱国内防疫。透早伫上海机场出现要求沿段医都治好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决定去中国厦门协商小三通，包括金门县长当选人陈福海、连江县长当选人王忠明原来去。陈玉珍证实，受中国厦门协会邀请，对方原来开绿色通道，要甲有关部门协商，而且中国禁咱农水产品加台湾米乳、金门高粱，原来传达咱方的民意。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任何人无应该以家己立场妨害全国的防疫作业。我们金门可以作为一个两岸和平的桥梁，那赶快让小三通来复航，也会去反映民意，需要怎么样具体的文件或者是。要有怎么样的沟通的这个管道，希望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络窗口。轻率的，不管疫情，也不管中国人的抢药，随便就是大开国门，妨碍好不容易近3年来的防疫成功，然后就本来就希望我们乱。大家一定要团结对外。苏贞昌在批评前院长刘兆贤以两化企业家红会理事长的身份去中国，甲各台办食饭博感情。刘兆贤讲，这届陆委会知影，若是初8的参会，甲老家伊坐真远无交谈，两化无业问题应该依照正式管道沟通，也是收款民间斗3工，唔通牵拖民间企业团体。对于所往中国食品7.5公斤，传出这礼拜会禁搁较济，经济部也未接到反应，不过国民党团点名农委会甲卫福部爱负责。陈吉仲跟卫福部吴有梅或者薛部长下台负责之外，请拿出具体的办法。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却有隔空唱和的一个举动出现一味的在谴责政府这个其实让我们难以接受。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继续协助企业申请补件，明年会继续推出台湾食品全球股的计划，搁加入农产品，目标分散市场，扩大国际营销。记者综合报道。那行政院所谓发展部进前有公告，因为治安的疑虑，所以行政院甲政府部门是禁止用抖音的。行政院即马建议禁用的范围爱加入考试院、监察院和立法院、司法院，而且即马嘛当地研究公务人员若是违反规定会处罚。低影音平台抖音治安问题受关注，所谓发展部自12月初5开始禁止行政及客管部会使用抖音软体。管理委认为目前只有行政被规范恐惊不够，其他的院他们的处理的情形也要整体了解，还有做法上面单用禁止可能效果不够了，比如说在公共的区域网络的范围内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行政表示会建议扩大禁用抖音的公部门范围，若公务员违反规定，会依照规定处罚。总统蔡英文接见治安机能金盾奖获奖团队的时阵，也表态治安就是国安，台湾爱提升治安防护加应变的能力。治安就是国安，一直是我们整个执政团队的重要的信念。一方面，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对错假讯息的辨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持续强化国家层级的资讯安全。连续4年下载率冠军的抖音是目前世界上发展上紧的社交媒体平台，不过治安顶政绩也引起各国高度重视。美国官员几下摆对抖音治安提出疑虑，目前已经几州禁用，英国也捌认定抖音违反数据保护法开发。澳洲参议员认为抖音有数据安全疑虑，呼吁禁用。在印度，抖音也被封锁落架，理由是国安加国民运输，台湾目前是国务院禁用。攻击来讲，往往就是针对你所常去的或你喜欢的地方，那他可以先做一些情报的一些的布局，然后他直接去做一些的这个埋伏啊，或者在里面去放一些后门。学者分析，抖音有过度收集使用者资讯，加提供无适合直销内容两大风险，管制是合理的方向。对抖音禁令是不是扩大到一般民众？所谓发展部部长陈宏回应，会在这个月底资通安全会议，用个人角度跨部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气温大约是15度至19度。咱同齐来看温度。气象局是表示，今仔日伫北部甲东北部日时的高温大约有20度，若中南部的高温是有25度至27度。拜五进前，北部的水汽拢会较济，若中部甲南部的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雨。若拜四，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不过拜五就冷空气会到位，拜六受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拢会变较寒。拜六下到礼拜的透早，寒流发威会上寒。中部以北、东北部气温可能剩9度左右，较快所在，若是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可能温度会搁较低，出现极端的低温。礼拜日的规天拢是冷空气上强的时，拢会受影响。到下礼拜一寒流再减弱，因为温度遮尔低，所以悬山嘛有机会会落雪。提醒乡亲，这个拜六会出现今年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气象局表示，这波冷空气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级数，而且会连续影响咱3天，全台湾温度拢会降低，拢会感觉真寒。拜六的时，中部以北的温度可能剩10度左右，乡亲爱细致。最近拢咧落雨，天气湿湿冷冷，受东北季风影响，北台湾气温差不多15度左右。90时拜三开始，阁有一波的冷空气报道，气温会小可阁降低。拜六开始入冬上强，冷空气报道有机会达到寒流等级，全台降温拢降价。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相当的显著，不仅北部的气温下降了，包含中部、南部各地的气温降幅都蛮大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周末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强冷空气的影响。拜六到拜二是这波冷空气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间，不过因为10月开始水汽减少，关山是毋是有机会落雪，要搁观察。气象局长陈明典分析，今年都是反省型年，副北极震动影响时间可能较久，冷空气为各地向外拓开，可能让台湾气温出现极端大。它下来的时候，可能有冷空气下来，但它偏上去的时候，南边暖空气上来，所以平均下来温度影响不大。但是就极端值来讲，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极端的低温。气象局分析，副北极震动会让原本在高纬度的冷空气落南到中低纬度的区域，台湾是在冷空气路径变形，有机会被影响。呼吁民众爱注意上新的预报资讯，提前做好预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那英国嘛有入冬头一波寒流，而且即马一寡所在滴落雪，有影响交通，有几内机场因为落大雪已经关起来。阁有囡仔伫结冰的屋顶头耍，冰雪熊熊破去，囡仔摔落水，即马这囡仔拢也咧急救。英国延展入冬了后，头一场大雪，英格兰南部城镇的囡仔礼拜透早一个精神，发现窗外白死死，欢喜甲紧走去外口佚佗。Reall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just heard my sister scream, "It's snowing! It's snowing!" So I looked outside, and then I just saw it was actually snowing. So just put on everything, and went outside to have some fun. 无论是厝细声、等细叫，还是蹲细人，囡仔算甲真欢喜。不过西米德兰之棍团做囡仔伫结冰的屋面耍，结果冰熊熊刷破去，落落屋中的意外。警方缉捕了后，赶到现场救援，赶紧将这4个囡仔扭上岸。Our crews entered the water, swam to the first child, and our specialist trained firefighters, including technical rescue, rescued 3 further children. 这个意外是伫当地时间礼拜下晡发生的。迄个时阵温度是-1度左右。消防单位讲，4个囡仔互救起来时阵，心脏已经停起，分别送去2间病院救治，目前还有性命危险。救援人员烦恼，还有其他囡仔掉伫屋中，半暝了后，还伫屋面持续找找。这种精彩天气也使得英国陆空交通受到严重冲击。伦敦商务营的希斯路机场拜一持续有超过50个航班停飞。东北郊区的斯坦斯特机场也甲曼彻斯特的机场也因为风势伤大，被迫关起来。结冰的路面也致使火车延误，公路车祸意外真济。气象预报显示，这个寒流会持续到后礼拜。其中苏格兰东北部伫拜日暗时温度会降到-0下15度，创下为去年2月以来最低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昨下晡4点外，国道1号五股到杨梅高架桥往北的方向，发生一台小货车，那亲像是挡啊海去弄到国光客运。小货车的司机不幸过往，客运的司机嘛有受伤。啊，那车顶7个乘客是平安无代志。救护人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破坏车门，希望将卡伫驾驶座的小货车驾驶赶紧救出来。这台小货车伫12下晡4点外，拄到头前塞车，技术打挡了后失控弄向一台伫高乘载车道的国光客运，两台车头损坏真严重，玻璃也碎甲规头卡。有关该起事故，是一部小货车在国道1号五杨高架北向51公里，行驶在外侧车道。遇前方回堵塞车，疑似刹车失控往左偏移，与国道客运发生碰撞。68岁姓陈的小货车驾驶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送医抢救犹原不治。剩来客运驾驶受轻伤，好在在车顶7个乘客拢无代志，这转接车离开。驾驶受困车内，经警消救出后送往长庚医院急救。详细肇事因素待警方后续厘清。最近下班车侪时间，两台车分别卡伫两个车道，结果踏7公里。国道警方呼吁赛车保持安全，完场距离，随时对后边的车做好闪避的准备。若无预留完场的空间，前后夹击的力头，恐惊造成严重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以捷安迪脚踏车品牌伫世界闻名的古代机械，最近有发现互供应链的厂商讲脚踏车的市场景气不好，因的库存量伤济，已经创下50多年来新纪录。所以伫12月份到明年3月份，若是出货互因汇款的票期会延45天。继续看《中国时报》，教育部有新的规定，讲伫2024年元旦开始，中小学的老师若是指导学生去参加科学展览，这老师就要先上3点钟的学术伦理课。有中小学的老师即卖是质疑讲，明明就是国安局长陈明通指导论文出问题，违反学术伦理，为怎样爱中小学的老师同齐来担？来关心联合报。联合报是看讲，台湾有多项食品因为注册不完整，互中国暂停进口。咱的食药署有表示，阁有11件食品互取消进口的资格，以油也阁5国家的物件为主。不过嘛有业者家己去注册有通过，即马有阁新增加74项。来关心立法院伫昨昏实施有台版晶片法的产业创新条例草案。虽讲条约已经有共识，不过针对草案内底的先进制定，也是前瞻创新，这定义有受质疑，讲无够清楚。经济部长王美花有解释强调讲，毋是干那半导体产业适用，包括电动车、5G的产业嘛，拢会当摕到补助，所以政府无特别优待某一间公司，也是某一个产业。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真侪地位烦恼人才外流、技术流失，未来台湾恐惊无法度伫领先的地位。好外界认为是台版晶片法案的产业创新条例10条支持修法，中央股东团拢对修法精神的肯定。不过也对草案当中的先进制定等定义加偌济纳米以下是成熟制定提出质疑。王美花回应，会看个案当中由专家学者组成委员会来审查。它是属于先进制程的部分呢，还是前瞻创新的部分呢？还需要经过你们的所谓的学者专家再去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会用。你的专家委员会是审查这个企业，还是审查这个定义？审查这个定义下面可以适用的技术。修法内容包含未来技术创新，而且是国际供应链关键地位的公司研发费用的15%，加买先进制定的全新机器才支出的5%，拢会抵减当年度营所税。除了定义不清楚，民众党立委高虹安也指出，修法凊彩而且不清楚，无法度知影修法了后影响国家财税偌济，也无法度了解倒一寡产业来适用。如果没有到12%的时候，其实其他你在研发的费用再降低，其实也会进不来。虽然您刚刚讲好有效税率12%，可是问题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未来是要走刚刚讲的个案审查。
那到底谁可以适用到进到这个个案里面？到底什么样的精神是这个台版的晶片法案是赞成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关系台湾经济情势。即讲每日警报七十大幅度报道，台湾半导体产业对全球的影响力。外国学者认为，全球经济繁荣是伫个台湾是不是安全，所以保护台湾无受中国侵略非常的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 G7 的七大工业国集团的领袖进行视讯会议，伊是呼吁俄罗斯爱伫亚旦的进程撤军来证明放弃侵略。那欧盟即马是计划要提出第9轮的制裁措施，伫这2天就会达成协议。也毋过即马战争毋但无收煞的趋势，颠倒是攻击甲真凶。甲 G7 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视讯会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爱 G7 向乌克兰提供更加侪武器，也呼吁俄羅斯證明放棄侵略，為亞旦節開始撤軍。Росії хоча б спробувати довести, що вона здатна відмовитись від агресії. Було б правильним саме на це Різдво почати вивед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 з міжнародно визнаної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Якщо Росія здійснить виведення військ з України, то тим самим буде забезпечено і надійн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бойових. 泽伦斯基也表示，俄軍火力依然有優勢，尤其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和烏克蘭有數百萬人佇當天零下低溫無電通用。俄軍最近也主動展開攻擊，為防止俄軍為克里米亞找救兵，對馬里托波連下幾粒飛彈。當地市長證實，飛彈拍中俄軍軍事基地，有數十名入侵者死亡。Що стосується втрат, то в цілому на 3 об'єктах втрати рашистів – це десятки, безповоротні втрати, а втрати щодо поранених, яких відвезли до шпиталів та до Криму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це сотні, близько 200 рашистів поїхали до шпиталів. 俄當戰方共款期咧，俄國軍方發布影片顯示，無人機對頓涅茨克前線發動攻勢了後，造成大規模爆炸。烏克蘭也發動火箭炮反擊，造成頓涅茨克有真濟點頭被毀。外交方面，歐盟外交部長咧討論將對俄國實施第9輪制裁措施，按正將200個個人甲實體列入制裁對象清單。We discussed the 9 sanctions package against Russia, against the Kremlin, for escalating it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But on that, we'll give more details later. We have to continue working. 普瑞也希望相近這2天對應對制裁方案達成協議。國防部長也開始針對運送價值20億歐元、新台幣將近650億嘅武器到烏克蘭展開討論。公視新聞鄭偉仁報道。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伫頂禮拜是去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訪問。中國的官方媒體即馬是表示，這代表中國和阿拉伯世界關係進入新的時代。外國媒體嘛認為講，習近平是希望伫美國和阿拉伯即馬關係當緊張的時，去擴大中國伫中東的勢力。戰機甲噴射機盤飛，同時佇空中噴代表中國國旗的紅黃煙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車切到沙烏地阿拉伯，展開攏總4天的中東旅程，也未落飛機3國都隆重歡迎，閣佇里亞德王宮高規格接待習近平。這是習近平2016年後頭一屆到沙國，除了派軍儀隊，沙國閣用傳統的直言禮儀迎接伊來訪問。雙方尾仔進行會談，閣同意簽署總額差不多300億美金的經濟協議。沙國官媒報道，2國合作項目包括氫能源、石化、房地產、中文教學等，不過並無說明詳細內容。除了沙國，習近平找到國家6個坡灣合作委員會國家舉行會談。習近平在會中表示，會推出有期無益用人民票結算，打破以美金結算的局面，並且講未干涉坡灣國家的事務。中東官媒是一直宣傳，習近平的中東訪問顯示雙方關係進入新時代。外國媒體特別提起3國7月在接待美國總統拜登的規格，甲習近平比起來差真濟。美國甲3國原本是親密的友伴，不過最近因為能源政策、安全保障，也甲專欄作家哈紹吉謀殺案，雙方的關係緊張。在俄烏戰爭發生了後，拜登為了壓低油價，想要甲3國修補關係。不管各界批評，親身拜訪3國王儲，增加石油產量，無想到煞換來3國宣布石油減產。It is a disappointment, and it say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外国媒体是讲，三国对习近平友好，对最近甲中国关系紧张的美国来讲是一个打击。But they love the fact that they now have another strong and rising power that they can turn to sort of snub the U.S., to sort of in your face to Washington and show them you're not the only game in town, you're not the only partner. 中国希望在美沙关系紧张的时阵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外长王毅形容习近平这抓是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上大、规格上悬的外交行动。期间，甲20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韩国 CNN 引述学者的分析，中国无法度伫这抓访问就改变局势。三国外交部也讲会持续甲美国伫各方面合作。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关心卡达世界杯卡球比赛，泰格达4强拢已经出来呀。摩洛哥是以1-0踢赢葡萄牙，踢入前4强，拍破新纪录。这届摩洛哥有甲3个正强的欧洲队伍拍败，若刷倒来第4强比赛，摩洛哥会去拄到顶一届的冠军法国。安内斯里头队破网，替摩洛哥以宝贵的1分拍败葡萄牙，争做非洲史上第一，也是规个阿拉伯世界第一支伫世界杯踢入4强的国家。场外球迷甲摩洛哥家乡父老拢欢喜甲。On n'arrive pas à croire. Jusque maintenant, on ne croit même pas. Tu vois, on est encore dans un rêve. On va se réveiller le jour qu'on va prendre cette coupe. On va la ramener avec nous au Maroc. 唔难呢，非洲国家高度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也拢感觉真公平。为像个迄花到利比亚、突尼西亚、巴林、巴勒斯坦、叙利亚，球迷拢欢庆摩洛哥过关斩将，争做非洲甲阿拉伯之光。ضمن المخيم وضمن النزوح القاسي اللي نزحناه نحن في الفترة الأخيرة وبوجه لهم ألف تحية وترفع لهم القبعات اللي وحدوا قلوب العرب وخلوا الدم العربي واحد لوصولهم لهي النتيجة. 切在8强比赛了后，摩洛哥前锋保法尔尤其母亲的手伫场上跳舞，互观众感动。原来伊出生伫巴黎移民单亲家庭，是靠母亲做清洁工辛苦饲大。摩洛哥移民遍布欧洲，本届获得14名欧洲移民球员回归效力。教练成功整合打造出新一代亚特拉斯雄狮队，过去5战只失去1分，也是十二码球防守就像东墙铁壁，搁一路拍败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传统强队，和欧洲各大城市移民社区拢真欢乐。即马15强对上顶一届冠军法国，比赛精彩度也互双方球迷充满期待。C'est une immense fierté, surtout qu'on appartient quand même à ces deux cultures, la France et le Maroc, et de les voir en demi-finale, eh bien c'est du pur bonheur. Après, voilà, on va faire la fête ce soir, on va aller sur les champs, on va s'amuser, on va.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媒体今仔日是报讲，根据了解，日本和荷兰愿意甲美国徛共平，拢同意加入限制对中国出口高阶晶片制造设备的管制措施。继续关心日本是修改新版的安保战略，认定中国的动向是对国际秩序上大的挑战。这是日本2013年制定安保战略以来头一摆修改，那内容按算伫今仔日会对外公布。来关心蒙古的反贪污示威已经进入第8天，侪人伫首都的乌兰巴托市中心的广场过暝。虽讲当地即马温度已经降到零下30度以下，寒飕飕，也毋过因也是坚持抗议，无要离开。来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国内本土疫情有渐渐稳定，渐渐转好。也毋过，逐工即马咱的确诊病例也是有上万例。指挥官王必胜是建议讲，根据国内外经验，演唱会是探病毒高风险的场合，所以年尾有一寡庆祝活动，也有耶诞节活动，若是有准备要去看演唱会的民众，建议一定要挂好嘴罨。并且伫台顶唱歌，台卡的歌迷也对咧唱对咧跳。每年新北耶诞城各地跨年演唱会拢去袂少人。不过根据国内外经验，演唱会其实是病毒传播高风险场合。根据国内或国外的经验，我想，如果说以疾病传播来讲，演唱会应该是属于非常高风险。所以我想未来我们在跨年或者是在这个耶诞节的这个假期，建议全程戴上口罩，会比较安全。
王必成表示，因为外口已经免挂催暗，一定有社区极度感染形成的传播链，也和数字阁提悬。另外，无论是做疫苗或者是自然感染，时间一久，新冠免疫力就会下降。最近不少人开始安排出国行程。根据观光局统计，10月份出国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5.6倍。面对最近中国疫情提悬，是不是影响国内春节防疫规定，也引起大家关心。如果机票还有常在做特惠的话，我会蛮想再出去。我现在其实有些住宿因为人很少，所以一些民宿啊什么的，其实都还蛮便宜的。是不是要增加一点防疫措施？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判断了哈。那主要是要观察2件事情：中国疫情发展的状况是怎么样？之前他们在出境的时候是有在做检验的，接近春节的时候会不会再继续执行？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是不是有要增加一些防疫措施。国内杂志又增加10814例本土个案，29例境外移入，死亡是31例。指挥中心强调，虽然目前疫情已经到底，但过不排除各爆发的可能。防疫措施放严的情形之下，疫情未一直下降，或者是等甲0，社区依然有真济传染链。每天的确诊数恐惊维持10000例左右。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教育部的统计，第109学年度高中以上去申請就學貸款的人數，差不多有445000人左右。也毋過對以前較大，嘛有超過5萬人，這條錢是喊未出來，互法院強制執行。立委即馬是要求教育部，講即陣的利息遮爾重，愛去思考就學貸款這條錢免利息的可能性。嗨，大家好，我是紀元，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長照。25歲基元大學都畢業2年，讀大學時陣申請就學貸款，雖然畢業了已經90萬，不過還有30幾萬，每個月要負擔8000塊左右。因為離開政治群頭路4個月過，是要轉寄復原，即馬要地等待收入無穩定，所以有當時錢會較難交。是将近3萬或3萬出，那以這樣子的情況，我們背學貸，那有些人又不是在家鄉工作，那其他人還要付房租的這樣狀況，真的是很吃緊。伊講當局之間派學貸是常態，不過煩惱未來買厝影響信用，不管如何都會逼家己按時交錢。不過根據司法院判決書查詢系統發現，有5萬人欠學貸，互銀行申請強制執行。教育部是定有這個相關的一個利息的相關的補助啦，大概一定的年限啦。那最近因為可能升息的相關問題，可能繳不出學貸。民大也煩惱，央行一直升利息，造成少年人更較大的負擔。因為貨幣政策呢，它是一個整體量。不要跟我談貨幣政策，我剛剛已經講了很清楚。央行回應貨幣政策向整體考慮，恐驚無實力點。不過教育部統計數字來看，109學年度高中以上申請學貸人數有444914人次。教育部強調，學貸申請過程攏看學生的家庭狀況，可以利息補助。若還錢時陣拄重大困難，應透過延長還錢年限制機制減輕負擔。未來教育部會掌握學貸申請還錢狀況，滾動修正降低學貸負擔。記者綜合報道。台北市長當選人蔣萬安昨昏有公布伊頭一批小類過名單，其中有一個副市長是捌做過新北和高雄的副市長李樹川，另外伊嘛找新北市財政局長李泰興來做秘書長，那都發局長王玉芬是頭一個查某的都發局長。外界看這個名單，是認為講這是雙北要合作的起頭。台北市長當選人蔣萬安自告承認，這次公布第一批10位小類高名單，要做新北甲高雄副市長的李樹川做副手，新任都發局長王玉芬，閣是台北市第一位女性都發局長。秘書長向新北市借人是新北財政局長李泰興，被看作是雙北合作的起手式。台北市政府小內閣的一個團隊，我們秉持的是4大重點，就是雙北人才的合作。中央地方完整的歷練，還有府會人才的交流，以及公務首長這4大特點。我樂見台北市把我們的財政局局長能夠到那一邊擔任秘書長，來共同為雙北來合作。
副秘书长由前新北市道行处长郑文德接任，交通部长谢鸿明、环保局长吴成忠、民政局长陈永德、结婚工程局长陈德焕、工务局长黄一平、地政局长陈信良，其中包含工务局甲地政局，拢是由现任的台北局处首长专任。我看他有一些风格跟我蛮像，他用很多事务官上来的，而且大部分都在台北市都当过呢。好处是业务比较熟悉的，我想他上线都比较容易。另外一个副手人选还未公布，暗过风声是瑞典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感谢大家，他在广征人才中，谢谢。林奕华无正面回应，暗过拿自个三世受职，因为立委存的任期超过1年，依法会有立委补选的问题，风声可能延到明年2月7日才宣誓。记者综合报道。那9万按选调，伊即马立委的会就要补选。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的吴怡农即马有提出要甲上山机场所有的证件，也毋过即马有哪样立委是表示，即个证件连 AIT 拢无支持，而且嘛讲有立赢立委嘛表态反对，认为若是安尼先做，对外岛的居民来讲，来台湾就会真无方便。国民党的王宏维即马就口说讲，因为选举就雄雄公公提出证件，内部拢无讲好势，无共识，就会出现即款危局的局面。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吴怡农提出上山机场证件，议题继续发讲。国民党立委费鸿泰表示，有人私底下问过 AIT 无支持双机证件。今麦连民进党平和关立委杨耀也表态无支持，认为会造成离岛居民来台交通便利性降低。双机的迁建绝对是在航线不缩减、服务品质不牺牲的状况下来执行。一到桃园机场，反而可以让服务水准甚至提高。交通都市建设、国安层次的问题，那么也牵涉到离岛通勤，还有它医疗后送。如果只是把它变成是选举的时候仓促提出，那么最后就会有这样尴尬的局面。针对 AIT 的态度受关注，联亚立委王定宇也替吴怡农讲话，强调听信某一寡无经过查证讲法来做公共政策论辩无妥当。也毋过补选若了炮火真变，国民党继续甲吴怡农批吴怡农提社团法庭纵跨台湾联盟的款无资金，用伫个人选举宣传。也毋过吴怡农反呛是人身攻击。借由壮阔计划，表示自己要为台湾的国防出一份力气，但是却把超过合理比例的费用拿来宣传，为他个人的选举铺路来宣传哦。又再一次持续的落到这一种扭曲跟人身的攻击。壮阔台湾的账务是非常清楚的，它跟个人的选务是完全的分开。面对双机证件继续互外界注意，吴怡农继续举办座谈会，甲附近的离岛居民解说推动想法。王宏维是讲，会继续听附近居民的意见，提出具体可行性的解决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去年4月份，台北市上山的中仑派出所有穿乌衫的一群人撞入去派出所内底，含电脑摔椅啊！警方无掠人电脑甲监视器的画面拆掉，引起议论。这个案经过监察院调查，即马有通过对前上山分局长林志成等4个人进行弹劾。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去年4月，和吴怡农弄入去花休，公害公务电脑，引起松山之乱。警方后续处理，甚至一方手机轻磅，引起经济争议。经过监委提案了后，针对前松山分局长林志成、中仑派出所前所长柯淑环等4个人，全票通过弹劾。没有第一时间来做处置，而且上下都全部隐瞒事实的，那难以说服社会大众。那尤其对整个一个警纪跟警政机关呢是影响，而且是严重的伤害。监委指出，柯淑环伫案发了后，甲前孙组报用讲删除驻地监视影器，涉嫌隠蔽证据。前副所长颜民心身为迄天的地理主管，也指示部属爱简单处理。另外，林志成伫事件爆发了后，捌用停电的讲法，想要暗藏事实，也安排嫌犯甲警员伫警察局演出大和解，种种行为升等警戒形象，认定有弹劾的必要。这个案子我会在那个惩戒的一个法庭再做一个说明。依法行事嘛，看，我想一般来讲不会处分2次的，就是说
该改的我们会改嘛。林志成态度低调，针对案件无愿意加做说明。上山分局是以书面回应，相关弹劾案犹太顶界法院审理，分局表示尊重。专案进前2名警员已经得到原起诉。身为台北市大家长的郭文哲虽然强调依法行事，也也认为同款的事件未处罚两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客家的农地从乌白岛罗地坡落西的这个案件，经过3年外的调查，台南的检方最近已经确认讲，这间公司乌白岛乌心钱赚超过21亿，专案是移送法办。嘛对这间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还有其他被告，加共8个人提起公诉。款团摕重金属检测仪往涂骹一拍，测到的重金属落数达到869 ppm， 超过一般标准的250 ppm， 真侪。土地位伫台南客家工业区的兴业段61地号，是民雄乡公司买来为法团替晒土地之一。那公司负责人是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被告等8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第48条申报不实。刑法第320条第2项窃占罪，以及公司法第9条、商业会计法以及税捐稽征法帮助逃漏税捐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地检署以违反废清法等罪嫌起诉包括郭在钦等8人。检方发现，因明知影路西袂当囤农地，煞贪图薄利去做。为了节省清理费用超过18亿，也为各间钢铁厂收3.6亿，补发效力达到21.6亿。为康熙大看，台湾段农地的叶粉异常青，是白铁啊路西拄着水的特性，还未看图的白色白铁啊路石粉拢是证据。那农地污染，警方发现有唔知情的业者伫附近施工抢了后，抢办结果也受到损害。工厂其实是盖在炉渣的上面哈，不锈钢的环黏渣跟氧化渣，所以可能积水以后会膨胀哈，所以导致那个里面有很多地方工厂是龟裂的。2015年的客家路西案，原认定路西是再利用了后产品无起诉。2019年地方证书再度检举，检方调查是后壁路西案涉案业者因为路西台分场无法度继续，找民雄乡合作，伫客家继续违法回电。专案经过3年，总算终结。面对起诉，郭在钦无回应。环保局表示，受污染的5个工业用地，也存3个无清除。另外，后续监视对业者要求赔偿。环保局到这个进前无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司法院，即马要伫台北的华山草埔啊，即搭去司法园区。这个月初已经动工，验过工程内底会甲不计为止的月台拆落来，刷位去保存。民间团体即马是发起联署，5万要抢救月台，希望司法院会当先停工，做好原地保存。台北华山草埔边啊，有一大片互人靠起来的工地，初七正式动工。未来几6间法院要刷来遮，称做司法园区。毋过内底有一个看起来普通的红门头平台，其实50年前是送回铁基路月台，可是全台湾唯一4纳型的月台。觉醒月台它主要功能就是它可以让很多的车子在不同的位置同时做到上下货的这个功能。其实这个部分在1937年规划的时候，在日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月台的配置。1937年起的华山货运站，月台特色是台湾铁路货运史上重要的见证。那安尼，自1950年代开始，这嘛叫做政治犯要送去火烧岛减混的头一站，即嘛才已经登录叫做白色恐怖的不计为止。一寡政治受害者，伊要去伊送去绿岛的这个所在，这个重要的点。所以因较早的时阵是人手靠靠的吼。啊，一手爱赶行李，一手甲另外一个滥药啊手啊，是车去向送去，坐火车送去，例如讲去家人啊去倒，这准备这坐船去绿岛这个所在。司法院表示会甲月台拆掉刷位保存，不过民团发起联署，目前已经有291个人甲组织共同呼吁司法院先停工。台北地方法院院长黄国忠表示，因为月台拄好伫未来新起的大楼中央，原地保存是真困难，因会继续甲民团沟通，帮找到双方的共识。记者林淑珍派文台北报道。消基会最近有接到民众投稿去买到有问题的药啊，一个调查才发现，讲最近这3档讲来药品不良的回收有56件，质疑政府的把关出问题。
严格是有数是表示，这个比例参国外相比，咱台湾并无较悬。有民众进前要食这款合作袂友的药啊，熊熊发现内底有铁线，加载无该吞落去，小机会接到投诉了后，调查发现，国内3档内就有56件药品出问题，回收的事件。在药物的制造商、贩卖商的部分或输入商的部分呢，它的内控是没有做好的哈，所以呢，很显然的哈，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外控的这样一个制度哦。消基会表示，因发现过去回收的药品，原因除了有掺致癌物，大部分是因为品质、主成分无够、安定性不足，也佮有异物等等，拢会影响民众使用药品的稳定性。呼吁食药署应该加强药品边境抽检，甲国内品质把关，定期稽查医师机构，嘛应该建立回收通报了后的追踪机制。那你可能觉得说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好的控制，有些民众可能就那我多吃一颗药，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问题。所以这个安定性啊，这个或者是任何的这个瑕疵品啊，事实上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不过食药署是表示，对照国外，台湾药品回收数量比例并无较悬，民众若买到内底有异物的药品，建议会当去食药署网站的药品不良通报系统来通报。买当车药师通报，启动调查。记者陈亚文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继续来看，今年吴尊贤工业服部长得奖人是高雄医大病院的执行副院长郑胜峰。伊本身是进行外科的医生，20当前就去越南义诊替病人开刀。伊是强调讲，报喜比接受更较有福气。咱同齐来看伊的故事。阮为骹遮设计一个皮板。这个皮板会带对筋，佮带肌腱，去做重建。郑胜峰医师用台语向患者真足甲解释开刀甲填空喙的流程。20多年前发现喙空癌的患者，这几年命救回来，指名找郑胜峰整形，因为伊技术好，佮就体贴。郑教授该有较好诶。黄处长啊，这个病理同理心差。你看，我现在还没有整形，就这样，现在算是错了啦，也就是一个缺口。如果说郑教授再帮我修复一下，应该会更理想。让患者尽量恢复正常生活功能，是郑胜峰医师这40年来的使命。你好，我郑医师哈。门诊看线，郑胜峰赶去病房，关心患者手术了后的状况。听到迄声吼，迄是去做血液循环的监测吼。伫今日出现严重的合并症，郑胜峰医师唔加考试，顶针提醒护理师后续爱观察的重点。2002年，郑胜峰去互伊的老师显微手术前辈者中研院医师魏福全邀请，加入美国非政府组织微笑行动计划，去越南义诊，替气喙的患者开刀。这20年来，已经协助400多个囡仔恢复笑容，也栽培20多个精致医师。咱这个台湾囡仔吼，唔捌看过世面，唔知影啥物是辛苦的。以前人帮助咱，咱即马富裕啊。咱即马有这样能力，会使去帮忙人，咱尽量用这个机会。人伫咧讲医生爸母心，郑胜峰家己画图，色彩饱甜，病人的面膜啊也特别清。你看这囡仔咧，这个光线足光的吼，就是表示伊是主角，其他拢甲画啊乌，就是要互大家知影讲，病人为中心的思想就是这款的。遐拢是越南医师，因拢足渴望会使得到迄新的资讯。光影内底也通看出伊献乎济世的精神。做医师吼，这是我感觉对我来讲是全世界上好的一个职业啊，嘿，所以莫着想钱哦，想着要安怎共服务安尼。咱应该追求一个更高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讲，你会使服务人，尽量的服务人吼咱讲施比受跟有福，就是这款意思吼。2022吴尊贤公益服务奖颁予郑胜峰，郑胜峰除了感谢，也嘛有更较侪后辈愿意加入这条人心仁术的路，替患者甲自信甲笑容找到转来。记者阿敏珍、刘维祖
高雄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甲NASA嘅天文图反映做台语嘅天文学家蔡安利，这学期伫台师大开台语天文课，用台语讲天文，嘛吸引无共学校、无共学科学生去上课。这个距离，伊离咱愈远，伊离开咱的速度就愈近。所以这之间有一个关系伫。用台语讲天文学，连导演出来 PPT 嘛，拢是台文。天文学家蔡安利这学期伫台师大地球科学系开台语天文课，用台语教天文，用天文教台语。老大人拢是来讲台语，所以虽然我学过天文啊，那个因那甲我问，现在天文讲系个代志，会当用台语甲因讲，伊爱听有。授课的若有地球科学系，嘛有别系学生做伙来听，学期落尾报告科学相关的主题。我会晓写迄叫啥？罗马字安尼，因为我顶届我拢毋知是啥安尼，对啊，即摆会晓学迄罗马字安怎写安尼。有一寡专业名词，就是老师咧念，我就会听无讲啊，老师咧讲啥物，就爱去。真少甲看详细讲，伊到底是咧写啥，然后佮去查讲伊到底是啥物物件。这学期台师大有奖励老师用武器授课，一直咧将 NASA 天文图翻译做台文的蔡安利是受地球科学系邀请来开课。那毋是因为我有咧做翻译，逐工咧甲遮个天文名词翻做台语，我感觉这无可能开起来，因为遮名词拢爱想。蔡安利表示，天文是伊的专业。台语是伊关心的武器，望两项结合了后，会当互武器继续探去无共的专业领域。记者林世豪曾派文台北报道。那伫太空这个专业领域，伫台湾时间11日时，日本的北斗号太空船是对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基地，由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送上太空。推动太空船计划的日本新创公司 iSpace 嘛，正做头一间成功互登月太空船升空的民间企业。4, 3, 2, 1, ignition, liftoff. 台湾时间11下晝3點38分，也就是美東時間的透早，獵鷹9號火箭在來自日本的北斗號太空船順利升空。月面のですね着陸日は先ほどもお伝えしてますけども、4月末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引き続き変わらないターゲット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こをですね目指してしっかりと進め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iSpace 正做全球第一間以登陸月球為目的的成立，佢和太空船順利升空的企業。當然 ，iSpace 的企圖心唔那是登陸月球而已。即間成立只有12年的新創企業，希望會當去帶頭作用。在2040年之前，在月球建立會當提供能源的據點。この地で水が発見された。水から水素と酸素のエネルギーが生み出され、水資源のエネルギー基地が作られた。日本産經新聞引用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預測，包括衛星甲太空船發射等等太空相關的產值，在2040年會當超過1.5兆美金，是2020年的3倍，也是 iSpace 甲各國企業參政府積極競爭的大餅。公司新聞徐家仁編譯。来關心聯合國嘅野生動物大會有咧討論，咁要加強差不多有600種動植物嘅牧業限制。若針對最近這幾年河馬買賣，即馬非洲和歐洲有無同款嘅看法。外表溫順、實際正非常懷，河馬最近正做非洲甲歐邊經濟話題，包含馬美尼日、三尼加等10個非洲國家，最近共同發文指責歐邊拍算喺14到25聯合國野生動物大會開會期間，反對國際河馬產品貿易禁令，會進一步讓河馬面臨生存危機。The EU Commission doesn't currently plan on backing such a ban because it says that hippos aren'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as a species at risk of extinction.
非洲国家特别要求保护河马，因为过去10年全球河马数量减少30到50%。原因除了生态地减少、气候危机、人类冲突，佮因为非法拍蜡，因的喙齿被看作是替代象牙产品。部分国家禁止卖象牙了后，河马牙交易佮出现增加的现象。为2009年到2018年，都将近14000只河马被当作是拍蜡战利品交易，或者是运输。保育团体强调，有防比挽救较重要，免放任河马减少。另外，巴拿马保育团体是查数十只细只海龟，伫外太平洋海部养放。这高水的猎龟最近这几年因为非法拍蜡、海部污染、气候变迁影响，共款面临生存危机。Huevos no te sirven, los míos tampoco, no son afrodisíacos. Normalmente las personas dicen, los hombres principalmente, creen que al comer huevos de tortuga van a tener un mejor placer sexual. 保育团体指出，太平洋甲加勒比海地区的海龟，因为针对食海龟肉甲海龟卵数量一直减少，因多将捕出来的海龟放伫海堡顶悬，互因家己爬去海中，过程会留印记。希望这印记伫未来18年到10年内，引导海龟等于海堡继续生态。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辑。天气报道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9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